嗱，今晚咧，我哋會睇第一章，至到第二章啦。第一章嘅12節至到第二章尾。咁一如以往啦，我哋會首先咧讀咗嗰段經文個內容先啦。咁我哋上次睇咗導論埋一章嘅1至11節，不過咧，我哋都照聽翻個讀本好唔好啊？聽一次嚇。咁呢個讀本咧就係呢個 website 啊，就係香港聖經公會裏面嗰個有聲嘅和修本聖經嘅讀本嚟嘅。咁讀得幾正嘅字正腔圓啦嚇，所以咧都如果你有需要咧，特別係讀經運動啊，要讀聖經咧嚇，咁碌呢個都 OK 嘅。咁我哋聽下啦，有粵語同埋國語版嘅，咁我哋聽粵語啦，好冇？書第一章。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全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太陽上升，太陽落下，急歸所出之地。風往南刮，又向北轉，不停旋轉，繞回原路。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回原處。萬事令人厭倦，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有一件事人指着說：看，這是新的，它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過的事無人紀念，將來的事後來的人也不紀念。以下就係我哋今晚讀嗰段。傳道者在耶路撒冷作過以色列的王，我用智慧專心探尋，考察天下所發生的一切事。神給世人何等沉重的擔子，使他們在其中勞苦。我見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一切事，看啊，全是虛空，全是捕風。彎曲的不能變直，缺乏的不計其數。我心裏說：看啊，我大有智慧，勝過在我以前所有統治耶路撒冷的人。我的心也多經歷智慧和知識的事。我專心想要明白智慧，想要明白狂妄與愚昧，方知這也是捕風。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增加知識，就增加憂傷。睇埋第二章。傳道書第二章。我心裏說：來吧，讓我用喜樂試試你，使你享福。看啊，這也是虛空。論嬉笑，我說這是狂妄；論享樂，這有什麼用呢？我心以智慧引導我，我心裏探究如何用酒使身體舒暢，如何抓住愚昧，直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短暫一生中，當行何事為美。我大興土木，為自己建造房屋，栽葡萄園，修造庭園和公園，在其中栽種各樣果樹，挖造水池，用以灌溉林中的幼樹。我買了僕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僕婢，又有許多牛群羊群，勝過我以前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我為自己積蓄金銀，搜集各君王、各省份的財寶，
又為自己得男女歌手和世人所喜愛的物，以及一個又一個的妃嬪。這樣我就日漸昌盛，勝過我以前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克制它；我心所樂的，我沒有不享受。因我的心要為一切的勞碌快樂，這是我從一切勞碌中所得的報償。後來我回顧我手所經營的一切和我勞碌所做的工，看啊，全是虛空，全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我轉而回顧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來的人又如何呢？不過做先前所做的就是了。於是我看出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明勝過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卻在黑暗裏行。但我知道他們都有相同的遭遇。我心裏就說：愚昧人所遇見的，我也一樣遇見。那麼我何必更有智慧呢？我心裏說：這也是虛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不會長久被人紀念，因為日後都被遺忘。可嘆，智慧人和愚昧人都一樣會死亡。於是我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事，我都以為煩惱，全是虛空，全是捕風。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因為我所得的必須留給我以後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呢？他竟要掌管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勞碌所得的，這也是虛空。我轉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一切工作，心就絕望，因為有人用智慧、知識、靈巧勞碌工作，所得來的卻要遺留給未曾勞碌的人作產業，這也是虛空。大大不幸，人一切的勞碌操心，就是他在日光之下所勞碌的，又得着了什麼呢？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連夜間心也不得休息，這也是虛空。難道一個人有吃有喝，且在勞碌中享福，不是福氣嗎？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論到吃用享福，誰能勝過我呢？神喜愛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唯有罪人，神使他勞苦，將他所儲藏、所堆積的歸給神所喜愛的人。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好，聽完係咪好沉重？成日咧講虛空、勞碌，哇，勞碌都好多次啊，咁就咁聽啊，享福啊等等啊咁樣噶啊，咁咧我哋嗱上次1至11節啦，唔多講啦，簡單嚟講，第一節係個編者寫嘅。講翻啦吓，第一節編者寫喺傳道書其實有兩把聲音嘅，第一把咧就係傳道者所講嘅嘢，傳道者我哋當係所羅門啦吓，第二個編者所講嘅嘢就係第一節同埋12章最後嗰幾節 ，OK 夾住嘅咁樣，咁咧上次講呢度第2節至11節咧係講世間萬事毫無新意。OK 吓，來來去去，重重複複，完全係冇新嘢嘅吓。我譬如見到呢個手機話新嘅喎，其實
都係功能一樣都係用嚟打電話啫咁樣所謂新可能都唔係新嘅舉例呢啲例子咁樣咁亦都發生見到萬事都係不斷重重複複譬如戰爭、和平又戰爭又和平等等咁咧，所以咧呢度一個好點題講咧，即係傳道者所見呢個世事咧係重重複複咁，但係重複得嚟令到人咧覺得好厭煩嘅。好啦，咁咧去到下一段啦，就第一章12節同就直到咧我哋頭先讀嗰度。咁咧嗱，我想講翻啦，之前上個禮拜之前講嘅，OK 係咪轉咗畫面咧？睇下先啊。好嗱，上次我哋講咧傳道書咧文學手法，咁呢基本上有6種啦，文學表達手法。我咧大約都同大家複習一次咁咧所謂嘅智慧文學凡親文學作品都有佢表達嘅手法嘅。咁喺智慧文學更加表達法手法咧更加豐富嘅。如果你譬如以前你讀中文或者讀中國文學或者西方文學，你都明白文學佢有一定嘅修辭手法唔係話即係一個技巧咁簡單嘅，而係佢從一啲技巧裏面文學手法技巧表達一啲深層嘅意思。嗱，呢6種咧係喺傳道書常見嘅表達手法。嗱，第一種自傳式敘事咁佢用第一人稱嚟講翻個人嘅經歷嘅。我哋好多時都用噶啦譬如咧同人講說話嗰時咧，好多時分享我曾經經歷過呢樣嘢以前又點點點有咁嘅經歷之下咧，我又有咁嘅心得咁樣咁我諗大家都成日用噶啦特別即係頭先講話，你同人分享一啲道理，你可能用第一身嘅經歷嚟講翻呢個道理喺傳道書有嘅。一陣間問下大家喺邊度啦第二種嘅文學手法係反思或者反揭，即係反問咁咧反思嘅目的咧係讓讀者去思想人生深處嘅問題。譬如好多時喺傳道書用我專心用，我心裏說 ，OK， 我見或者一啲反問嘅。咁一陣間我又會問翻你邊度用呢啲咁嘅手法第二種，第三種咧係箴言或者諺語譬如咧舉例一句彎曲的不能變直，缺乏的不計其數。你發覺諺語或者咧箴言咧，我哋之前講箴言咧都提過嘅格言式係一啲係一啲似乎係一啲真理日常會遇到嘅咁亦都係好對偶嘅。我哋其實都好多金句噶嘛，我哋廣東話都好多金句即係若要其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咁樣呢啲都係箴言咁喺傳道書多嘅咁樣。好啦，第四種咧訓誨啦咁咧傳道者係提醒遵行或者捨棄一啲特定行為或者思想嘅教導。舉例5章1節，佢提讀者話：你到上帝殿要謹慎你嘅腳步即係一個訓誨。咁喺箴言係好多訓誨嘅，我哋之前講過啦。箴言嗰度咁就有1至9章有五種唔同嘅訓誨啦咁樣。第5種咧，傳道書比較特別啲，係經常有嘅咁舉一啲例證啦，或者一啲寓意小故事咁咧佢唔係第一種以第一人個人經歷講嘅，而係咧作一個古仔以第三人稱。呢個古仔可能真實，可能一啲借喻都唔定係講明作者要表達嘅原理或者事理。咁呢樣嘢咧，想問下，係我成日停咗，定係大家都有啲時間係停咗話停咗冇聲噶？應該係 Man 輝嗰邊。哦，即係你都有，即係個畫面硬咗，然之後冇聲咯。即係斷咗線咯。而家咧，而家點啊？而家有，但係頭先試過2次啦，已經。我開頭以為於是我轉咗唔用 WiFi 唔用數據啦，都好似都係斷咯。而家得啦，係咪？
而家係 OK。而家得翻嚟啦。好好，咁唔該晒嚇，有你提翻啦嚇，我唔知喎，即係個網絡啊問題嚇。好，咁啊，我有邊度我係講漏咗㗎？有冇需要我補充翻？如果冇就照去㗎啦，應該錄到影嘅咁樣。嗱，要去可以。第五種嚇就係寓意小故事，就已經講啦。好，傳道書都有嘅，但係咧喺聖經咧有好多地方都用呢啲嘅，知唔知？誒誒誒，邊啲書卷係多數用呢啲故事㗎？新約嘅福音書嘅，喺新約福音書好多小故事嘅係咪啊？邊個講嘅一啲小故事？耶穌講嘅比喻，係耶穌講嘅比喻，可以係比喻，可以係一啲道理。OK 舉例啦，比如好似5000、2000啊、1000啊財主嘅比喻啊等等啊咁樣嚇。其實咧，耶穌用嘅方法係好似傳道書嗰種方法嘅。耶穌經常用嘅講小故事，因為小故事容易理解同埋代入。咁傳道書有嘅，咁我哋往後會見到。嗱，最後咧就一啲隱喻啊嚇，咁係用一啲兩個無關事物製咗啲新詞修辭嘅轉移嚟闡述作者想要表達嘅嘢原理或者事理。隱喻咧，舉例啦，去到12章咧，講死亡嘅，佢冇話講死亡，而係講一連串嘅徵象。OK 啊，譬如咧，個瓶子破咗啦，個樽爛咗啦，鐵鏈就斷咗啦，等等啊，講咧衰老埋死亡，咁呢啲係隱喻。傳道書仲有其他地方係講嘅。OK，好，第七種咧就一個修辭結構啦。呢個喺傳道書嘅或嗰個叫做咩啊？比較大啲嘅篇幅會見到嘅，譬如咧佢嘅結構係 A派 B 派，OK，A B 係一對，A 派 B 派又一對，A B 同埋 A派 B 派咧係同時出現喺個段落裡面。咁我哋往後會睇到呢啲咁嘅結構嘅，有啲係倒置結構啦，A B 派 B A 派，有啲係錯配結構啦，好似三文治式 A B C D，跟住 C 派 B 派 A 派。咁喺先知書係幾多嘅？我哋之前睇阿摩司書啦，都有呢啲咁嘅結構嘅。OK，再之前咧，我哋睇雅歌都有咁嘅結構啊。其實咧，交錯配置結構咧，好多時希伯來文學咧就經常會出現嘅。咁傳道書都唔例外。OK，嗱咁啊，了解文學手法係對我哋了解傳道書都有幫助。嗱，我哋開始睇個內文啦。第一章12至19節，嗱，揾一揾頭先講嘅嗰啲結構。A，第一自傳式敘事有冇喺第一章嗰度有冇？第我12節一傳道者開始都係咯。一開始成段都係咪成嗯，個大段落都係第一已經係啦。好啦，跟住第二個就係啦，反思反問。OK，邊度有？反思反問。個傳道者自己不斷去思考啦。呢個傳道者係好樂意去思考同埋觀察世情。咁喺就呢度經文邊度見到咧？佢係有咁嘅表現。頭第先十三節話通常已經係噶咯喎。係，請講啊，直情講啊。第十三節我覺得係即係上帝俾世人，哇，喺度佢睇係到所有嘅事物，就覺得咦幾沉重咧，真係係好沉重喎咁樣，係令到第十佢哋有個三節啦，痛苦咁啊，呢個反問嚟㗎。係17節都係啊。17，我專心啦，想要明白智慧啦嚇。仲有冇？
好，嗱唔拖啦嚇，咁你慢慢睇啦，我列晒出嚟啦。我用智慧專心尋探啦嚇，考察天下所發生嘅一切事。OK，呢度調咗啊，我見日光之下所發生嘅一切事。OK，跟住啦，我心裏說，我專心想要明白智慧。好啦，咁呢堆啦吓，咁就係傳道者嗱，你當呢啲係一啲段落嘅起頭都啱噶啦吓，基本上咧佢發掘一樣嘢，然後有個小嘅結論嘅。OK，譬如話傳道者就係我用智慧專心探尋考察天上下所發生事，發現啲乜嘢啊？上帝給世人何等重嘅擔子，使他們在其中勞苦。OK，然後啦，我見日光之後發生嘅一切事，嗱呢個係佢去反思啦嚇，個意志應該擺喺前面嘅。然後見到咩啊？看啊，全是虛空，全是暴風，然後彎曲的不能見直，缺乏的不計其數。OK 嚇，你見到佢凡親去思考一啲嘢，都有一個初步嘅睇法嘅，未必係結論，初步嘅睇法。好啦，咁然後第三種咧就係言語啦、箴言啦嚇。咁呢個舉咗例啦，彎曲的不能變直啦嚇，缺乏的不計其數。咁呢度有冇啊？彎曲的不能變直，15節啦，係一啲言語嚟，可能18啦，跟住18。多有智慧，多有煩愁，增加知識，增加憂傷，好對稱係咪啊？OK 嚇，18係啦嚇。咁呢段有冇第四種遇到小故事，或者第五種？好似暫時未有係咪？嚇，後面會多啲嘅，後面以後啲章節會多啲。嗱，我哋睇下呢段。頭先講話傳道者佢有一啲反思，然後一啲結論。好啦，第一個反思，佢用智慧專心探求，尋找世上發生事，發現一樣嘢咩啊？係上帝給世人何等重嘅擔子，使他們在其中勞苦。點解嗱？你估下佢點解有咁嘅諗法，或者佢點解有咁嘅觀察？上帝俾人係好重嘅擔子喎。嗱，我哋成日話，咦，上帝唔係話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啊，到他這裏來得享安息，唔係喎，擔子嚟嘅喎。同我哋一路諗嘅諗法，咦，好似唔同喎，係咪啊？其實諗諗下又未必嘅，因為咧，你由呢個叫做罪入嚟嗰瞬間咧，即係話你翻去創世記睇，神已經講到明一樣嘢，因為犯咗罪，女人生仔要痛，男人係要耕種先有嘢食，呢個已經係一個最開初嘅擔子嚟嘅話。嗯。嗱，我哋用翻舊約睇係嘅，但係咧嗱，而家呢個傳道者佢冇用舊約去睇，佢用咩？佢嘅智慧專心探尋，考察天下所發生嘅一切事。佢唔係話根據咧創世記所講，人犯罪，所以咧受到懲罰，罪就入咗去世界就擔子。嗱，調翻轉。你有冇信仰又好，你冇信仰又好，你睇下而家世界，世人所面對嘅嘢係咪沉重嘅擔子啊？最近好多新聞啦，唔同地方戰爭，啱啱又話即係以巴衝突就緩和啦咁樣吓，好似嚟緊和平在望啦，係咪啊？俄烏戰爭咧？又似乎咧，即係似乎有得傾啦，好樂觀啊，係咪啊？但係沉唔沉重啊？嗱，我真係唔知樂唔樂觀啊。新聞係咁講，OK，但係嗰種發生咩咧，我哋都唔知。
各有所神望。冇話我哋冇擔子，冇話冇沉重嘅擔子啊！係神未曾應許呢啲嘢噶嘛，不過係生活得力啫嘛。即係話我哋嘅擔子有嗱，佢同我係哋一齊去唔係唔係唔係叫住一嗱？齊走過啫嘛，我冇話哋唔冇啊。知嗱，李善傑，我哋而家撇除我哋嘅 assumption 啊，OK，我哋用翻咧傳道者所說話嘅去諗翻件事，啱嘅，你講得啱嘅，我哋基督徒係有擔子，不過咧交俾神，神應許啦吓，但係咧嗱呢度所講咧就係傳道者所見嘅嘢。見而家世態係點樣啊？見到咧，上帝給世人何等重嘅擔子？呢啲擔子係啲乜嘢？如果純粹由表面睇，其實生活所有嘢都係一個擔子嚟噶啦。係每係啊，樣嘢都有佢嘅挑戰噶嘛，唔係咁同埋順意嘅嘢咯，我覺得係啊，係。唔係樣樣嘢都即係順風順水噶嘛。我嘅努力或者我嘅期望，我做咗呢啲嘢，咁但係原來唔係如願以償嘅，或者即係我要掛慮嘅，因為我唔知道我 uncertainty，我唔係係知道究竟佢後邊發生會點樣發生，係咁我喺度期盼，喺度等待，喺度交託咁呢啲都係個擔子嚟㗎，我交唔交託一件事啦，我有沉重嘅擔子。係即係我未來我明天不知如何，但係所以我要交託。咁呢度我覺得係即係咯，沉重即係 uncertain 咯，或者我 control 唔到。嚇，或者頭先講嘅阿善怡講嘅一啲期望啊，唔知阿 Bruce 定嘅善怡講嚇，即係你做咗一啲嘢，你期望係得嘅，但係最後落空。啊！喺傳道書好多時候講噶，去到後面就甚至講呢個係機會嚟嘅嚇。你做咗一啲嘢，未必等於有咁嘅後果，即係唔係話半斤就係八兩嘅。OK 嚇嗱，所以呢度其實咧第13節都似乎係一個叫做誒一個好重要嘅命題。傳道者發現一樣嘢就係，哦，原來每個人世人所面對嘅擔子係沉重嘅啊！呢樣佢歸根於咧上帝給世人嘅勞苦啊！嗱，當然我哋明嘅，即係喺頭先阿善怡講話人犯咗罪，上帝就一個叫做罪嘅，即係叫做咩啊？又唔係補償嘅，罪嘅後果就係勞苦啦。咁當然啦，傳道者冇用呢個角度嚟睇啦，而純粹係觀察翻呢個世態就係咁樣噶啦嚇。國家有國家嘅困難，人民有人民嘅困難，個人有個人嘅困難，都係勞苦。同埋咧，第14接住話咧，見日光之下所發生嘅一切事都係咩啊？虛空，全是暴風。嗱，呢個係全是虛空，全是暴風。虛空咧，上次解釋過係乜嘢意思啊？記唔記得？阿煙霧，寶士，你應該好深印象。煙霧，煙霧係啊，虛空原文就解煙霧。OK，煙霧你捉唔到，全是暴風就有，即係同虛空係對等嘅。你捉唔到風啊，喺度你試下風吹過嚟，你係捉唔到，就好似煙霧咁捉唔到。即係話意思係咩啊？一切日光之下所發生嘅事，都係捉唔到嘅。好事捉唔到，壞事捉唔到，善嘅捉唔到，惡嘅捉唔到。你掌握唔到，你掌握唔到佢發展，你掌握唔到幾時開始，亦都唔知佢幾時結束。特別咧，下面一個言語講話，彎曲的不能變直，缺乏的不計其數。一啲事情係和咗啦，彎咗啦，你唔可以拗翻直，點補救都補救唔翻嚇。唔知你哋有冇即係試過咁嘅經驗啦嚇？單嘢和咗想補，就算補到都好咧，同期望係唔一樣嘅嚇。缺乏嘅不計其數啊嚇，即係話唔足夠嘅，你唔可以補翻。OK 嚇，短咗支裝
係咪可以補翻個長度咧？補翻舊嘅裝咧？唔得，要拆過，再嚟講咁樣嚇。即係話世事嘅嘢，你係捉唔到，亦都預計唔到，好似風咁。OK，亦都唔能夠改變佢事態發生。你可以做啲嘢，但係未必改變到。好啦，嗱，呢個係佢第一個觀察啦嚇。跟住咧，第二個觀察就係、我心裏說：看啊，我有大智慧，勝過在我以前所統治耶路撒冷嘅人。我的心也經歷智慧和知識的事。我哋知道所羅門咧，佢係以智慧出名啦嚇，所以佢話我有智慧，比其他嘅統治者更加有智慧。咁佢又嘗試利用智慧同埋知識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OK，佢專心要明白智慧。第17節，想要明白狂妄和愚昧，方知這也是暴風。嗱，暴風出現第二次啦。OK，全是虛空，全是暴風。第14節，第17節又出現一次。佢想要明白智慧係啦明白啲嘢，但係發現呢樣嘢都係暴風。好啦，點解呢？18、19節講，因為咩啊？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增加知識就增加憂傷。好，有智慧就有煩惱，有知識就有憂傷，增加唔係吓，增加憂傷。大家點睇啊？呢句說話唔係智慧好好嘅咩？唔係知識係好好嘅咩？呢位傳道者佢經歷智慧同埋知識，但係反而講話知識同智慧係增加一啲負面嘅嘢嘅。一定噶，你識多咗嘢，你就多咗嘢擔心噶啦嘛。嗱，譬如我知道咗原來人嘅癌細胞指數超過5咧，就可能係患癌噶啦。咁於是如果你驗血去驗呢樣嘢，發現哇4.9啊，咁咪喺度驚咯。但係如果唔知嘅唔識嘅，咁啊冇嘢咯。即係無知係最快樂噶嘛。無知最快樂。不過我即係除非天生嘅啫，如果唔係好難完全無知噶嘛。係，多啲知識一言難盡，真係一言難盡。舉個例子啊，以前佢教呢個計數啊，計面積啊。舉個例子啊，正方形等於啲邊長自己自成已經係等於個面積啊嘛。但係你如果再讀上去，佢會話：你以前咁教咧死嘅，要呢個叫做掕埋啲嗰啲叫做咩啊？integration 啊，differentiation 同 integration 嗰啲去計，跟住計完出嚟個答案都係一樣。咁樣點講咧？咁我係咪要多咗樣嘢要去諗啊？以前佢個教法都係就咁嗱，你拎住兩條邊乘埋就啱噶啦。而家佢就話唔係，你仲要點樣去考量？話我要點樣計？用 integration 去計完之後計咗出嚟，OK 有個數啦，咁先啱。咁你話係咪有啲而一言難盡啦？OK，咁我想問下清心，你情願自己好講笑咁講，你中學畢業出嚟做嘢，因為而家選擇而家條路啊？嗱，而家相對嚟講有智慧啦，你大學啦，畢埋業啦研究啦，同中學嚟講啊，相對有智慧啦，有知識啦，係咪啊？係啩？但係你覺得你嘅愁煩同埋憂傷會因為你知識同埋智慧增加而增加？經驗上面，其實佢呢句點真係有點啱啱講一言難盡係啱嘅，因為我啱啱想講話有咗，我仍然都會咁樣走，但係我走嗰個理由唔係因為我多知識咯，咁我係話多樣嘢喺度旁身啊，少少好似，但係某程度上嚟講，呢樣旁身嘅嘢，因為你而家多咗考量嘅話，確實會有機會令你諗多咗嘢啊嘛。咁到時咧，有時望啲嘢簡單嘅，跟住之後就會喺度諗得太多。係。另外想問話，其實
佢講話個智慧會令到人受煩，其實智慧唔係令到人受煩，係嗰個心境令到人受煩。嗯同一件事，同一樣智慧，你睇嗰件事嘅時間，你以乜嘢嘅角度去睇，你以乜嘢嘅心境去對待，會影響你受唔受煩咯。嗯，我哋有句說話就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係咪啊？吓，有智慧好嘅，傳道書冇話智慧唔好吓。不過另一方面，智慧真係會考慮好多嘢嘅。OK 吓，經常要諗嘅吓。我哋頭先讀到第二章都讀到啦吓，一陣間會讀到。有智慧嘅人，佢會考慮好多嘢甚至瞓覺都要諗住嘅點樣去處理嘢啦multitask 咁樣做啦咁樣咁所以又好吊詭嘅。我哋覺得智慧好，但係智慧令到人真係嘅心境啦。頭先阿馬太話心境 OK 咁，但係亦都會客觀地要考慮多啲嘢嘅。你越有智慧，會考慮多啲唔同嘅可行性，諗下解決嘅方法。OK 咁所以傳道者就話啦其實智慧都係暴風嚟嘅啫。OK，因為有智慧就更加多煩惱有知識增加知識係更加多唔開心嘅嘢咁頭先阿善儀都話我知道癌細胞係幾多喎，咁好擔心唔知道反而冇咁憂傷可能咁嘅意思都唔定咁我哋第一章呢個只係一個開始，接住第一章嘅第二章咧會更加詳細講傳道者所面對經歷嘅嘢喎。咁咧以下第三章 PowerPoint 第二章 PowerPoint 啦，我分開兩支嘅。咁同樣啦，成段都係傳道者嘅自述啦。OK，即係第一種嘅修辭方法。第二種啦就係佢反思啦。咁我唔等大家講啦，我 display 俾大家睇啦。我心裏說 OK，呢度好似打多咗呢個冇係啦。而這有什麼用咧啱這有什麼用咧一個反問反問佢做咗啲嘢有乜用換句話講係有冇用冇用反問想帶出一個即係否定嘅 OK 咁咧後面仲有啦，就呢度我回顧呢大段咧就分開兩個大段睇啦咁我哋仔細睇。我心裏說來吧，我用喜樂試試你，使你享福。喜樂我用喜樂即係用一啲令到自己舒暢嘅方法令到自己享福嘅方法嚟睇下滿唔滿足到自己。但係佢已經結論啦，看這也是虛空。又話論嬉笑，我說這是狂妄，即係嘻哈，唔係狂妄。論享用，這有什麼用呢？即係冇用。OK，喜樂享福得到呢，就係冇用嘅。好啦，咁咧，然後咧，我以呢度仲有第二個打漏咗。我心以智慧引導我心裏探究如何用酒使身體舒暢，如何找住愚昧，直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短暫人生之中，當行何事為美。於是咧，傳道者咧就大興土木買屋，起葡萄園。OK。起公園同埋庭園整靚間屋佢 OK， 整啲花花草草成咁樣栽種各樣嘅果樹，整個水池有個噴水池有灌溉林中嘅幼樹佢用乜嘢嚟去享福咧？就係透過居住啦，住好啲係咪整靚間屋佢啦 ，OK， 大裝修啦，令到自己嘅居住嘅更加係舒適啦咁樣。好啦，除此之外咧，第7節啦，
佢買咗僕婢，又有身在家中僕婢。好啦，咁有啲工人啦服侍佢啦，唔使自己做嘢啦，有工人啦咁又有許多牛群羊群，勝過以前所有在耶路撒冷嘅人。咁牛群羊群代表富足啦，因為咧古代你有牛有羊係代表你嘅財富嘅即係等於我哋所講咧買定幾手藍籌啦而家都唔興藍籌藍籌咁值錢，而家興咩㗎？唔知阿 Bruce 可能清楚咩最金唔係啦，近排金升得嘭嘭聲咁樣幾年前買咗幾兩金啦咁樣儲咗唔同錢啦，幾沓樓啦咁樣而家樓都可能負資產都唔定。係啊，而家興 Bitcoin 啊，Bitcoin 係好一齊似 bid 下佢啦。10幾萬跌咗係咪啊？唔知啊，而家興 Bitcoin 唔好提啦 Bitcoin 呃人嘅，千祈唔好買啊！係啦嗱知咁，但係咧呢度所講都係嘅咁儲好多錢啦幾沓樓 OK 亦都有僕婢，有唔同嘅工人去服侍佢。好啦，第8節啦我為自己積蓄金銀，搜集各君王各省份嘅財寶。好啦，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即係譬如有啲字畫古董話擁有好多咁真係即係上等人嚟嘅呢個王嚟噶嘛，係咪？最後啦，又為自己得男女歌手和世人所喜愛嘅物，以及一個又一個妃嬪。男女歌手即係即係鍾情於呢個即係藝術啦，譬如音樂。OK 即係或者儲一啲即係咩搜集一啲嘢譬如一啲古玩成等等一個上等人嗰個生活啦，以及一個又一個妃嬪，即係所羅門咧，所羅門係好多妃嬪嘅咁就換句話講，呢個係滿足佢咩性方面嘅需要啦男士對於一個性方面嘅即係需要滿足嘅呢啲係所羅門佢喺傳道書所講，佢做過一啲享樂嘅嘢。好啦，然後這樣我就日漸昌盛，勝過我以前所有耶路撒冷嘅人。好啦，正即係人上人擁有所羅門佢傳道者呢個傳道者擁有知識、智慧、財富女人 OK 金錢 OK 佢點解咁做啊？因為佢想試一試究竟呢樣嘢係唔係滿足到佢？但係佢話咩都係虛空好啦，第9節呢度後半段啦佢講到前面講話咧日漸昌盛啦，後面講我嘅智慧仍然存留，凡我所求嘅我沒有克制他，我心所樂嘅沒有不享受，即係佢盡佢嘅能力去享受手頭嘅嘢。OK 唔完全冇節制，冇禁欲嘅即係情況佢想試下呢樣嘢係咪真係滿足佢？因我的心為一切嘅勞碌快樂佢唔係唔做嘢，都係勞碌，但係因而快樂。這是我從一切勞碌中所得嘅報償或者福分啦咁樣咁然後就話最後啦，後來我回顧我手所經營嘅一切和我勞碌所做嘅工，看全是虛空，全是捕風。呢句前面出現過係咪14節全是虛空，全是捕風，呢度又出現過啦。換句話講，佢做咗咁多嘢，咁多享受飲住啲立 fit 對住咧即係成個大花園 OK 有水池，佢都覺得係虛空嘅，都係捕風嘅。虛空同捕風係同一個意思，係捉唔住佢話咩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然後再一句增加知識，
就會增加憂傷嗱。前面我哋啱啱講過啊，增加知識就增加憂傷，重複咗嗱，結構就係咁啦。大家掌握到嘛？再問下大家，點解一個傳道者我做咗咁多嘢，咁多享受，佢都覺得滿足唔到佢，反而覺得呢啲係捉唔到嘅嘢，係虛空嘅暴風，還係覺得係毫無益處咧？我哋當然啦，我哋唔會好似呢個傳道者咁富有、咁昌盛、咁有知佢識。心靈上都係虛空，都係一無所有咯。佢得到所有嘅嘢，但係佢心靈上所要嘅嘢，即係佢真真正正所要嘅嘢係物質上係俾唔到佢嘅，精神上咧係要來自上帝又或者其他嗰啲俾到佢啊嘛，所以佢仍然都覺得日光之下我得到所有嘅嘢，我享受過啲乜嘢嘢都係都係覺得係好用，即係都係冇用啊，但係。佢即係生活上仍然都係，我仲係好似爭緊啲嘢，仍然都係得唔到咁啊！嗱呢樣嘢咧，就佢可能或者未講到，但係實際上根本都係一切都係由上帝俾先可以俾到佢咁。阿陸生就話咧，呢個傳道者佢物質滿足啦，心靈空虛，係咪啊？你嘅意思係心靈空虛，呢啲物質嘅嘢俾唔到佢心靈嘅需要，係咪咁嘅意思？係啊，邊度睇到啊？女人又好，或者咩嘢都好啦，佢即係基本上日光之下世俗嘅嘢，佢都已經係得到啦，爭一未做和尚啫。咁啊變咗佢樣樣都得到啦。除咗呢樣嘢，仲有一樣嘢，佢諗唔到係咩嘢喎？咁啊，即係所以咪樣樣都覺得空虛啦，即係得唔到啲咩嘢。實際上佢個心靈係仍然都係空虛嘅。係。即係佢屬靈上嗰方面都係爭咁啲咯，真係。邊度見到佢屬靈上爭緊啲啊？全是虛空同埋全是暴風咯，同埋佢日光下毫無益處，即係問點啊？有咁多知識又好，又只係增加知識，只係增加咗佢嗰個憂傷，但係都仍然都係幫佢唔到解決到佢自己個心靈空虛咯。大家點睇？其實如果承接翻陸生講話佢心靈空虛嘅話咧，你睇佢呢度全部佢物質嘅嘢全部有講齊嘅啦，基本上，唯獨就係冇講神呢個字。跟住之後，然而我哋由聖經個故事當中知道，佢所謂嘅智慧係由神而來嘅，但係佢對神隻字不提嘅。呢點我覺得有啲奇怪。跟住之後，仲有第二樣嘢，佢睇翻佢呢個叫做話佢之後佢講話全是虛空，全是暴風。其實佢呢個係咪一個小小嘅結論嚟嘅？因為佢後面嗰啲似乎更加能夠貼合解釋點解佢話前面呢啲嘢空虛喎。因為佢後面佢講話呢啲嘢全部俾晒後人之後，同佢有乜關係啊嘛？咁似乎咁樣講嘅話，會比較解釋到前面點解佢話會覺得啲嘢全部虛空同全部暴風咯。所以我喺度諗緊佢呢個你11字呢度係咪一個小小嘅結論，引你落去睇埋下面嗰啲啊？係啦，清心越嚟越有即係文學嘅叫做咩話覺察啊，未完嘅嗱，陸生講得固然啱啦嚇，因為佢呢度講話物質上面嘅嘢，但係亦都唔好想當然話佢心靈空虛，呢度睇唔到，暫時睇唔到住嗱，冇講神係喺傳道書都幾有趣嘅嗱。比着唔係傳道書，其他書卷咧一早就講神噶啦，呢度係冇點講嘅，而神咧似乎或者上帝咧似乎退居一個幕後嘅地方。呢個傳道者就好似一個佢仍然有提到有神嘅，不過似乎呢個神咧冇主動去介入傳道書裏面嘅論述。OK 嚇，就好似
約伯記咁樣啊。之前我哋阿馬牧師講約伯記嘛，神只出現咧第一章、第二章同埋最後嗰幾章，中間嗰啲論述咧係冇出現過嘅，神冇講說話嘅。咁喺傳道書咧，神係瞄咗 mute 啊，即係冇出聲嘅喺呢度啊，冇話喺旋風中出現嘅，純粹係傳道者喺佢日常生活嘅體驗，係經歷一啲嘢嘅反思嗱，所以咧繼續睇落去。不過咧頭先問啦個問題，一陣間會有即係去即係分解。OK，我哋記住先啊，係唔係傳道者心靈空虛，所以佢就話全是虛空，全是暴風咧？啊，佢所有嘅嘢毫無益處咧？咁如果毫無益處嘅話，講笑咁講，我哋未試過有錢啫。如果有錢嘅話嚇，即係有錢唔知窮啊，係咪啊？啊，有錢嘅話，我哋又唔空虛噶啦咁樣。試下俾你啊，阿清心啊，俾你好有錢嘅話，唔使做嘢嘅話，你空唔空虛啊？諗深一層會咯，日日坐喺度做乜嘢啊？咁做啲有意嘅嘢咯。例如你可以做乜嘢啊？你覺得有意義嘅嘢咯。係啊嚇。咁樣嗱，舉個例子啊，如果真係，首先第一件事，如果將神排開啊，你真係可以做盡晒全部嘢，你會發現，OK，and then，我做完好啦，我唔使翻工，我唔使休飯食，我全日喺度打機，OK，打完呢隻 game，OK，完，跟住咁好啦，我拎第二隻 game 嚟打啦，打完之後完，and then。跟住我會係我會有個疑問就係跟住，OK 我做完啦，跟住咁可以做咩啊？OK 好啦，打機打厭啦，我出街，OK 我逛完呢度啦，and then 跟住好啦，逛完呢度咁我再去第二度逛下啦，跟住逛到哎呀攰啦，and then 好多 and then 跟住之後咧，當你兜到一個大圈之後，你會發現，OK 我乜都做完啦，and then 跟住係冇噶咯喎，所以係會空虛㗎。全是虛空係嘛？全是暴風咁樣。係啊。OK，照計就唔會嘅，人嘅慾望係無止境噶嘛，得到一樣想得第二樣，根本上都唔會話咩，唔會話咩好煩惱咁嘅咩？呢個煩就煩就只不過係我而家想得到嗰樣嘢，唔係即時俾我咁解啫嘛。要用或者用不擇手段去做啊，或者佢要用啲勞力去做啊，或者去努力去揾錢先。佢得嗰樣嘢咁啊，即係實際上佢亦都係經過即係唔係咁順利，但係要做一啲嘢，佢先至可以得到嗰樣嘢咯。其實人嘅慾望根本係無止境噶，即係。睇翻過往嘅皇帝，好多時候咧，佢已經站喺差唔多全部嘢嘅頂點嘅話咧，佢下秒鐘求咩啊？永生唔死。呢樣就係佢會求嘅嘢咯。但係當我俾佢求到咗之後，就唔知佢仲會想要乜嘅啦。可以做你皇帝想成仙啊咁樣啊嚇。大家hold 一 hold 嚇，大家諗一諗。OK，未必有固定答案。傳道書裡面嘅傳道者就要我哋諗呢個問題啊，因為人生係多變，亦都有唔同嘅可能性啊。頭先譬如阿陸生講話，人有慾望嘅，完成呢個又想到第二樣嘢啦。OK，完成第二樣嘢又想到第三樣咧，但係清心就話：第一咁又點啊？做好呢樣啦。我小學考第一名，我好開心。阿爸阿媽都好開心。因為考第一，但係我而家唔係小學啦，中學啦要入好嘅中學，好啦，然後咧畢咗業又要入好嘅大學我又好開心。但係你回望翻，你睇翻以前，你都覺得都係不外如是，係咪啊？你經過咗嗰樣嘢，你覺得唉，都係不外如是。你唔使做皇帝，你都明。當年如果你小學考第一嘅，你覺得都係不外如是嘅，小學第一如有如何。我而家攞 first on 更加威啦。但係當你攞咗 first on 之後，又係不外如是咗。
何況出咗嚟做嘢，唔係一定要 first on 嘅啊。最叻嘅一個員工，未必係成績最好嘅一個員工，係咪啊？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嚇啊。所以咧嗱，呢度傳道者所講，接住落去咧，我哋會睇埋落去啊。但係呢節比較長啲。好啦，嗱，同樣啦，我會 highlight 嗰幾個即係係文學手法嘅咁樣。啊，點解刪唔到嘅咧？係刪咗佢先。好啦，咁咧就嗱呢度咧，我轉移回顧智慧啦。OK，我心裏說啦。在王以後嘅人又如何咧？反問啦，係咪嚇？呢個係反思。OK，好多反思嘅，你見到咧，我全部意志咧就係反思嘅。呢個應該係反思嘅結果。全是虛空，全是暴風，又出現多一次啊！應該第四次出現，第三次出現。OK，第18節後半句嘅49節啦。誰人知道咧發生嘅事？反問啦。即係冇人知道啦，意思係。跟住20節，我轉想，OK 呢個開始轉移回顧啊，呢個轉移思想啦，轉想左右方之係勞碌嘅咁有個反問嘅，又得罪要什麼咧？即係乜都得唔到啦，得個吉啦。OK，跟住24節難道又有一個反思啊？唔通一個人有食有飲有食，且在勞碌中享福，唔係福氣嗎？即係福氣啦。勞碌中享福係福氣嚟嘅所以如果你哋1至5勞碌咧今日咧開開心心係福氣嚟嘅。咁我唔好啦，乜都唔記得晒，都係福氣嚟嘅咯，係福氣嚟嘅，你唔記得福上加福啊！ ？OK 嗱，呢講好多咁享福同埋勞碌，勞勞碌碌都係享福嘅咩？嗱，咁我哋第三啦這也是虛空，又是暴風碌咗。好啦，我哋睇一睇嘅經文內容啦。嗱，傳道者再去發掘翻智慧、愚昧同埋狂妄，之前講過噶啦，話咧，即係之前嗰度啦。智慧、愚昧、狂妄就係我第17節1章10節，我專心要明白智慧，想要明白狂妄和愚昧。佢話已經講咗係暴風噶啦，係捉摸唔到嘅咁呢度引申啦。我轉而回顧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嘅人又如何咧？即係我撈有少呢度先不過先前所做的就是了。然後佢發現咩？智慧咧都好過愚昧嘅佢唔會覺得智慧差咁覺得智慧好過愚昧，就好似智慧等於光明咁，愚昧等於黑暗嘅。人行喺光明裏面，梗係好過行喺黑暗啦。行喺光明裏面，你見到前面條路點行。如果你行喺黑暗咧，行喺愚昧咧，你會跌倒嘅。好啦，咁咧智慧人嘅眼目光明愚昧人卻在黑暗裏行即係但我知道他們都有相同嘅遭遇，係咩遭遇咧？俾佢覺得智慧同埋愚昧都係冇意思，係虛空咧咁樣咁就後面講啦。我心裏又說，愚昧人所遇見的，我也一樣遇見。我即係傳道者係智慧人，愚昧人所見到嘅嘢，佢都所遇見嘅，佢都會遇上嘅。那麼我何必更有智慧呢？ OK 我心裏說，這係虛空你見到你考第一嗰個考包尾，但係大家面對嘅嘢都係一樣，都係出嚟搵份工，都係俾老闆鬧到狗血淋頭咁，跟住你就會諗啦，我叻有咩用啫？都係俾老闆鬧你遇到個老闆係好 tough 嘅咁樣舉例咁樣咁所以清心嘅嘢應該係好好噶啦。咁你對你啲
即係 intern 啊，幾好啊咁樣。OK 嚇，講笑話咁啊，繼續講落去嗱。最重要個後面啊，佢話智慧人同埋愚昧人一樣啊，不會長久被人紀念，因為日後都被遺忘。可嘆，仲有咩啊？智慧人同埋愚昧人都會死啊！嚇，佢哋所做嘅嘢，第時冇人記得。OK，你小學考第一，冇人記得。你而家做個好大嘅 project，做得好成功，冇幾耐啲人都唔會記得。你喺教會好好嘅侍奉，冇人記得。OK，舉例嚇，我唔教主學嘅話，冇人記得。阿 Man 輝曾經教過啊。咁如果你執咗呢啲咧，就係咁噶啦嚇。同埋最後咧，智慧人同埋愚昧人都會死亡啊！死亡係好平等嘅啊，對人嚟講係好平等，無論你係有錢冇錢、智慧或者愚昧，死亡係對人一個好公平嘅待遇。你以前所做嘅嘢都冇人記得，就好似咧海浪啊，你喺海灘不斷喺度堆沙、堆城堡，OK，好高嘅城堡，好啦，一個大浪冚埋嚟，你所做嘅嘢點啊？再見唔到啦！你幾靚嘅城堡都好，都被呢個海浪沖走。就好似呢度所講嘅嘢，咁於是咧，十多隻我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發生嘅事，我都以為煩惱全是虛空，全是暴風又出現啦。嗱，你見到人尾都係啊，全是虛空，全是暴風，最後都嗰句都係啊。好啦，跟住一節嗱，咁跟住就話我恨惡一切勞碌，就是在我日光之下勞碌。既然講到智慧人同埋愚昧人都係一樣，智慧人所面對嘅係勞碌，傳道者就繼續深入講話呢啲勞碌係佢恨惡嘅。點解啊？因為佢辛辛苦苦勞碌出嚟嘅成果會俾以後嘅人嗱，呢個後人咧係咪佢嘅仔女咧？可能係，亦都唔止佢嘅仔女嘅。譬如從佢身上面得到一啲好處嘅人，呢啲人咧究竟係智慧啊，因為愚昧咧，邊個知？冇人知道。但係咧，佢竟要咧掌管傳道者勞碌所得嘅嘢啊！傳道者就話呢個係虛空，所以佢而家勞碌為咗乜嘢咧？為咗後人。但係呢個後人係好定壞，係聰明定係蠢，冇人知道。我哋見到好多富二代啊，係咪？富不過三代啊！阿爺好勤力啊，白手興家啊，老豆咧一般一般，到咗孫咧已經敗晒家啦。咁啊，華人好多時講富不過三代咁你會阿爺就會即係點啊？揾下將來嘅係後人，你而家所做為佢做嘅嘢，其實會係點咧？係冇意義嘅。你不斷積聚一啲經驗或者財富，係冇意義嘅，係虛空嘅。於是佢就話啦，4:10，我轉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勞碌嘅一切工作，心就絕望啦。講到絕望再加句補充前面，因為有人用智慧知識靈巧勞碌工作所得來的，卻要遺留給未曾勞碌嘅人作產業，這也是虛空，大大的不幸。OK 你將你嘅身家財富俾你後代而呢個你嘅後代係未勞碌過嘅，即係叫做富二代啦，以前叫二世祖啦。最後係不幸嘅冇益處嘅你而家操心係冇任何嘅益處嘅。OK 甚至話佢日日43節，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連夜間也不得休息，這也是虛空虛空。
OK 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心成日都掛念一啲嘢，夜晚咧半夜三更扎醒咗，又諗翻起休息唔到係嘛？大家可以分享下，相信都有嘅我都有嘅，有時會有嘅半夜三更諗起日頭啲工作休息唔到加啲勞苦成為愁煩，又係虛空。好啦，嚟到呢度有冇咩分享？呢個係傳道者好個人直觀嘅經驗佢亦都冇引用舊約其他嘅經文去解釋呢個係罪嘅問題罪有嗰啲世界令到人去勞苦佢冇用呢個，佢純粹觀察世情而見到呢啲事情。咁當然啦，你可以話佢好負面啦咁可以好正面嘅好似阿善兒頭先講都唔係上帝喺當中工作嘅嗱，佢冇喺呢個角度睇。如果有喺呢個角度咧，咁就唔會寫傳道書噶啦。OK 傳道書就唔係咁嘅論調噶啦，咩調子噶啦咁樣大家嚟到呢度2章23節之前有冇咩分享？我覺得幾好嘅參考啊！即係做咁多嚟做咩咧？OK，即係正面啲講下，OK，即係咧，點樣做法？去做咗有樂趣，有個參與，做咗自己嘅 dream，good 嘅。佢而家咩都有啦，咩都齊晒啦。咁但係咧，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智慧人咧就話俾你知，其實咧你做咁多嘢都好啦，都係虛空。咁我哋有個預設嘅期望先咯。係。咁係咪代表我哋咩都唔使做，翹埋隻手？我又覺得即係響做嘅過程，或者佢擁有嘅過程，佢係開心㗎。佢其實冇話唔開心嘅，佢係開心嘅。不過開心完之後，佢發現開心完之後，其實都係虛空啫。即係最嬲尾，佢都係攞唔到㗎，都唔係永恆嘅hyper 永恆嘅開心。但係佢攞嗰陣時，其實都係開心嘅。好嗱，我經歷嗰陣時係開心嘅嗰個感覺。OK，有冇其他分享啊？我感覺到佢好似都係有啲唔係好開心，即係佢得到咁多，自己咁多用咁多勞苦，得到呢啲嘢，積蓄咗又咁多嘢，但係到頭來佢要面對死亡嗰陣時咧，死亡咁佢死咗之後，佢根本肯定啲嘢唔跟得佢走噶啦，咁剩翻低俾佢就係擔心呢，成日都喺22章好似18至22嗰段，佢呢度講到自己都係好擔心，即係覺得有啲愁煩。我將嗰啲嘢我唔帶得走之後，跟住啲嘢剩低落度，下一個接手嘅承受嗰個人係智慧人啦，因為愚昧人咧。如果智慧人咧，佢可能或者會好好地利用；如果愚昧人用咧，可能或者正所謂頭先我講到話一手敗晒去咯。咁即係佢都係有個擔憂喺度，即係同埋有個受煩喺度。將來我得到我剩翻嗰啲嘢，將來係承受者係點樣去處理，點樣去用，佢亦都係有心有考慮，有諗到呢樣嘢。其實佢都係等於即係死唔眼閉嗰隻咯，有啲嘢。我感覺反正你人又死啊，即係反正都係死嘅咁啊。好似在我而家嚟講嘅話，我事實上係真係好多嘢都係唔記得。我覺得唔記得嘢話唔係一種罪過，我又唔覺得係一種病。我就覺得反而越唔記得嘅嘢，我就越開心。唔使成日去諗呢樣諗嗰樣，又記呢樣記嗰樣。雖然係有時啲話人哋問我乜嘢，我唔記得，我真係唔記得咗。佢叫咩名，我真係唔記得咗。但我完全都唔會話好即係好失驚，好驚啊乜，我冇呢樣嘢，就只不過係水咁多突然間唔見咗我個人叫名啊，點樣叫佢咧咁啊？我一刻我就係淨係有一樣就話好驚，我而家唔真係唔記得佢嘅名，點樣叫佢啦？咁下意識咁話拍一拍，唔好意思，我唔記得你叫咩名咁。
或者問隔離嗰個我想知道佢嗰個叫咩名啊？你話翻俾我聽，我醒起啦，記得啦，咁啊完全冇話一種擔驚受怕，有一種憂慮啊，或者有一種驚青啊，或者係將日後又點啊點，冇呢樣嘢。即係在我嚟講，我覺得即係一個唔同嘅年齡層啦，即係如果後生同埋好似我而家到咗而家咁嘅年紀，我覺得好多嘢都係對我嚟講唔係話咁重要。因為好似你而家都睇得咁呢個傳道者講咁多嘅嘢，在我嚟講，我覺得真係智慧又好，愚昧又好，反正我日日都係咁過，即係重複又重複，對我嚟講唔係問題嚟㗎。我又始終都知道最後都係去嗰流近㗎啦，咁啊，使乜擔心咁多嘢？即係在我嚟講就係咁樣諗咯。好豁達啊，陸生啊，啱㗎，某個程度啦，當然啦，即係傳道書呢個傳道者所可能即係對我哋講，唉，真係食飽冇食飽冇嘢做，諗埋晒呢啲咁嘅嘢嚇。咁我哋因為我哋勞碌啊嘛嚇，呢個傳道者嗱，凡親一啲人得閒就會胡思亂想㗎啦，係咪啊？佢黃啊嘛，咁樣嚇，如果係一切嘢啊嘛，咁咪諗下呢啲哲學問題咯，咁樣嚇，神學問題、哲學問題，得閒死唔得閒病，你都冇時間諗咁多嘢。嗱，就係佢擁有嘢，所有嘢佢先至諗呢啲問題。換句話講，就算你掌握所有財寶啊，所有嘅關係，所有嘅嘢，就好似佢所講，全是虛空。全是暴風，你捉唔到嘅。你唔好諗住帶啲財寶走，帶唔到。你嘅財寶，你所擁有嘅嘢會俾你下一代。下一代係好定壞，冇人知。OK，我哋見到好多富豪啦嚇，佢第二代咧已經敗晒啲錢嚇，幾顯赫嘅人嚇，我哋都唔記得啦嚇。曾經而家最出名李嘉誠啦。我諗100年之後咧，啲人都未必記得佢，可能極知道呢個名嚇。正如以前100年前何東係最有錢嘅，我哋都唔知邊個嚇，但係有條河東道紀念佢咁樣嚇。所以我呢度所提一樣嘢就係，我哋唔好執着或者執念於我哋所擁有嘅嘢。OK 唔好再執着或者執念我哋所擁有嘅嘢。雖然啲嘢都係神俾我哋嘅，OK。如果我哋過分執着我哋擁有啲嘢，最後都呢啲嘢係點啊？不能存留嘅嚇。呢啲擁有嘅物質或者非物質嘅嘢，都隨時間而過去嘅。OK，人走就咩啊？茶涼了嚇。你喺呢間公司，就算做到幾威，做到人阿頂都好，你一走咧，冇人記得你噶啦。OK 退休啦，退休之後冇人記得你噶啦。以前做過啲乜嘢咁樣再有退休人士啊咁樣可能你哋以前好喺工作上面好顯赫都唔定啊咁樣呢個好明顯一個道理。所以傳道者叫我哋 OK 提我哋一樣嘢，就係呢啲嘢都不能夠捉住啊。好似煙霧咁樣，好似風咁樣，不能捉住。係比較悲觀啲，但係亦都係一個人生現實嘅反照。所以佢喺最後嗰度，難道一個人有吃有喝，且在勞碌中享福，不是福氣嗎？咁反問啦，即係福氣啦。如果係有得食有得飲，OK 咁就係福氣嚟噶啦我看也是出於上帝手，唔係冇上帝，有啊。上帝俾佢有吃有喝勞碌呢個講勞碌唔係講勞苦勞碌有時覺得咧，勞勞碌碌即係成日喺度忙，翻工9點鐘忙到咧放工6點鐘有時我都覺得係嘅，都唔知忙乜嘢嘅即係 multitask 得好犀利咁樣咁但係呢個係咩啊？出於上帝嘅手勞碌之中可以享受到吃同埋喝，OK。
好啦，論到吃用享福，誰能勝過我呢？上帝喜愛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呢啲智慧知識喜樂都係神所賜予嘅。好啦，然後講話唯有罪人，上帝使他勞苦啦，唔係勞碌啊，用勞苦啊，同勞碌唔同嘅。勞碌係忙，勞苦啊苦啊，作苦工啊，將他所儲藏嘅、所堆積嘅歸給上帝所喜愛嘅人。嗱，雖然智慧同愚昧人係有分別，最後都冇分別啊，大家都面對死亡，但係罪人啊同咧上帝嘅人咧係有分別嘅。罪人上帝使佢勞苦咁咧，相對罪人就係上帝所喜愛嘅人咁咧上帝就將罪人所儲藏嘅、所堆積嘅歸給佢哋上帝所喜愛嘅人然後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呢度好明顯就見到一個傳道者所講嘅說話喺傳道一個角度之中，罪人係不被上帝喜悅 ，OK。而上帝喜悅一啲咧，佢所喜悅嘅人，令到呢班上帝所喜愛嘅人咧，佢得到一個豐盛嘅。咁呢度咧就似乎喺所講傳道書比較正面嘅嘢啦，咁樣亦都有一啲咧似箴言所講嘅嘢，上帝咧係賞善罰惡嘅。OK， 但係最後你見到一句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係指乜嘢咧？咁樣大家點睇啊？係指呢段罪人同埋上帝喜愛嘅人所面對嘅係虛空捕風啊，抑或係成段咧？我諗緊佢應該咧，最尾嗰句虛空暴風咧，應該佢係指呢個罪人佢冇神嘅情況，就好似會咁樣樣。我諗而因為如果唔係咁樣樣嘅話，佢講第24節咧，就自己打嘴巴噶啦。你唔好講多啲啊！你想我點樣講多啲咧？即係你頭先所講係，可唔可以再重複一次啊？因為咧我話佢最尾嗰句虛空同暴風咧，係指罪人嗰個處境啊。就算俾咗罪人，佢有盡所有嘢，end up 咧都會係都會係虛空暴風嘅原因係因為上帝唔喜悅佢。相信佢做嘅嘢都係虛空，係捕風嘅，係咪咁嘅意思啊？應該係。好的唔緊要呢個經文上面嘅嘢。好，有冇其他個觀察？我覺得嗰個後邊講嗰個虛空暴風，即係罪人，係要佢做咯，做到死咯，但係做到死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係、即係佢將上帝就會將佢嘅勞動所得嚟勞苦唔係勞動咗勞苦所得嚟嘅嘢咧，就轉交晒俾一啲上帝喜歡嘅人。即係佢呢個咧，即係都係白做噶啦。但係你因為上帝唔拉你，咁所以咧就唔該咧。你就俾心機，人哋係勞動啫，你係勞苦勞苦去做，你勞苦儲藏，但係咧最嬲尾你係冇噶，因為上帝唔拉你，所以俾咗其他人唔中意。
咁好所以結果咧，對於呢個人嚟講咧，絕對係空虛啦，絕對係虛空啦，因為好似我做咗好多嘢，但係其實係冇嘢，係係唔會攞得到走嘅，因為上帝唔嚟。嗱，喺我哋嘅觀察，對世情嘅觀察係咪咁？係咪見啲罪人或者罪人喺神眼中佢唔跟從神嘅人啦，我哋叫罪人啦。佢係上帝使佢做勞苦。嗱，呢度去到第五章咧，會講多少少嘅吓，即係我哋遲啲講話善惡到頭終有報個頭睇個主題就會睇多少少喺呢度講話係嘅，OK。呢度我哋之前喺箴言亦都係啦，或者詩篇第一篇啊，神所唔喜悅嘅人罪人咧，佢不能夠站立。呢度亦都講話有罪人咧，佢上帝使佢勞苦，佢將所有嘅嘢都俾上帝所喜悅嘅人賞是罰落好清楚嘅。咁但係睇到第五章以後咧，傳道者有啲懷疑句說話嘅。OK 咁我哋遲啲會睇呢樣嘢，暫時我哋咁樣理解先所以話罪人佢所做嘅嘢虛空係暴風，佢不斷去做一啲惡事啦，令到自己即係更加多物質嘅即係得着啦，最後呢啲嘢都係虛空都會俾一啲上帝喜愛嘅人暫時我哋咁理解先，OK 咁但係世情又唔係咁簡單嘅，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傳道書噶啦咁樣。好嗱，咁啊總結一下啦，咁就我哋睇到呢度啦傳道者佢用第一身經歷分享佢自己嘅體會同埋感受，發覺佢自己無論幾有錢幾有智慧都好，都係虛空係暴風嘅。OK，智慧的確係好過愚昧，但係最後嘅結局，智慧同愚昧最後都係死亡。智慧人佢嘅財富都係俾一啲後人，呢啲後人其實係智慧係愚昧，冇人知道，所以佢覺得呢個係捉拿唔到嘅，好似煙霧咁捉拿唔到咁因為今次咧嗰個一個總結啦咁樣嚟到呢度經文就解晒，有冇咩問題？或者有冇咩分享？同你嘅生活有幾貼近？冇事啊，文輝，我想係，請自講。己講下少少感受嘅。好，請講。我覺得咧，當一個人咧乜嘢都有，又有得享受，無衣無食，差唔多係真係皇上皇咁滯。但係咧，佢竟然咧，佢可以咧，肯分享翻佢嘅心聲嘅。乜都有，但係原來其實發覺都係虛空。其實喺現實版嚟講咧，唔係個個都做得到嘅，我覺得唔係個個都好勇敢咁樣去企出嚟去分享，話俾你聽。其實你擁有咁多，其實都係空虛嘅。誒、即係其實佢都睇到，其實財富未必真係可以代代相傳。誒、其實咧就係啊，係真係唔容易嘅，係啊。OK，好哦，的，係啊，文輝爺，你有冇等我陣間？我有個鄰居嚟揾我啊！好啊，好啊，唔緊要你瞄咗個咪佢先啦。好好好，知道。幫你瞄咗個咪先。
唔該晒。好，其他有冇咩想分享下？睇完呢個段落，我哋用一個幾鐘頭睇。低調啲咯，人人都低調，唔使同人講咁多。我有冇乜嘢自己收埋咪仲好咯？使乜咁多煩惱啊？乜都唔俾人知，乜都唔同人講啊嘛。好似我而家，我唔係講啊，只不過係我講，我而家就都幾下條幾舒服，幾安樂都乜都唔使理，夠噶啦。呢啲我唔需要理會到去虛空又好，報功又好，乜嘢總之幾時去嗰度啊？幾時邊一日去啊？我唔在乎嘅，冇所謂嘅，因為冇咗牽掛，冇咗掛慮憂慮啊嘛。所以幾時都得噶。嗯聽朝早唔見我都冇問題嘅。，OK，好豁達陸生唔其他人係唔係，只不過係咁噶啦。有冇咩分享？其他人睇完之後，我諗佢即係我自己會睇嗰個過程係，即係佢有朝住自己嘅需求，朝住自己嘅需要，嗯話咩權啊、名利啊各方面攞晒啦，good，咁仲有咩虛空？咁但係佢有冇放眼去周圍咧？即係佢有冇放眼去社會、去其他人？如果有埋諗埋其他人咧，其實佢係無限即係嘅責任或者無限嘅路啊，佢可以去做，令到個世界更好。咁最簡單講啦，喂，你真係攞咗咁多財富，你可以分晒佢，唔該咁。即嗯係係嘛？即係呢度嗰個嘅反思，我覺得係個路程嚟嘅。即係以我哋即係睇傳道書，如果翻落嚟後邊係咪會即係佢現在就係以一個敘述，先從自己諗起，我一個 self center，我自己諗呢件事。嗯但係當行得再遠啲，佢其實都睇見世界啦。咁但係就行得再遠啲嘅時候，會唔會去其他嘅地方去真係去創造咧，去貢獻咧，或者去關顧咧？咁我覺得即係係咯，去到呢個位，淨係諗自己咁，梗係咁咯，一件事咯。但係再高 further 咧，又會另一樣嘢，又會另一個層次期係望。即係好似個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啊 Maslow 咁樣self actualization 最高嘅，唔係其他嗰啲係好低層次嘅啫。有飲有食，跟住安全感，因為歸屬感咁樣最高self actualization。但係如果做到 self actualization，係咪冇虛空咧咁樣？我要不斷揾嘢嚟去 actualize 噶嘛。吓，再揾第二啲係 actualize 自己咁樣就好似頭先邊個講唔記得邊個講添話不斷去追求咁樣，係咪清心講不斷去追求，OK 誒、去訂立一啲目標完咗呢個目標，訂立一個目標咁跟住清心講話，so and then 又如何你喺社會幫到好多人，又如何？你幫自己社區又如何跟住幫整個香港社會，跟住幫全世界啦。好似阿特朗普永遠覺得自己幫緊全世界咁樣佢應該攞和平獎，係冇錯。又如何咁樣冇諾貝爾和平獎攞。嗱，搞清楚佢係想攞和平獎啫，唔係攞諾貝爾和平獎。佢自我陶醉啫嘛。攞美國林肯和平獎啦，咁整個又如何？自嗨啦，自嗨啊！係自嗨，得到又點啊？啫就又係虛空。係過多若干年冇人記得噶啦。讀歷史書就會記翻咯但係一般生活就唔會記得佢噶啦即係好明白嘅呢樣嘢咁所以個 point 就係阿 Bruce 都講得啱嘅，我哋似乎呢個傳道者就係好為咗自己。咁當然我哋明白佢社會限制，OK，當時古代社會係咁嘅咁但係亦都諗
就算滿足到你去服務人群嘅需要，咁樣and then 又點啊？清心好好，and then 又如何？嚇，即係呢個似乎一個唔係建基一啲好 solid 嘅嘢，而事實上社會或者全世界世情係冇 solid 嘅嘢嘅。善兒講得啱嘅，最 solid 就係神啦。OK，為我哋基督徒嚟講，最 solid 嘅係神。如果一切唔係建基於神嘅話咧，都係虛空嘅。咁當然啦，傳道者最後都會有個結論喺度嘅，都係符合我哋所諗嘅嘢嘅。喺度12章嗰度不過喺思辨個過程，我哋要諗多啲咁我哋所以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身為一個基督徒，係需要諗多啲嘅。我哋嘅人生點樣生活，喺個定位係點樣，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如何，呢幾樣嘢都要諗多啲咁啫。所以頭先 Bruce 講得好，係可以繼續去服務其他人呢個係其中一個向度咁但係都係可能 end 頂咁再要諗嘅，冇一定答案噶。譬如阿陸生講話，都唔諗嘢啦其實都好嘅。OK 冇任何執着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好，其他有冇關於傳道書嘅分享？Alan 有冇啊？有冇聽唔聽明？哦，聽到聽到。明白嘛嗰個經文內容。其實我都係好感謝大家嚟分享嘅。因為我係啱啱學習，所以可能對我嚟講嘅話有啲難度咯。但係都係學習到好多嘢。係係啊。你覺得難在邊度啊？可能我之前就冇一定嘅基礎咯。OK 嗱，唔緊要其實傳道書咧，好似點講咧，係諗翻人生嘅啫我諗大家都唔需要有啲咩基礎，因為傳道書最好噶啦，冇任何嘅歷史背景噶嘛。上次講即係譬如佢講是以色列背景完全冇啊，最多都話佢係所羅門做嘅王。我哋可以諗下一個皇帝，佢擁有所有嘅嘢然後發現呢啲嘢都係虛空嘅，最後都唔能夠去掌握到嘅。OK 亦都會會呢啲嘢唔長久嘅甚至佢自己都不能夠掌握到呢啲咁嘅嘢，就好似捉住啲煙捉唔到一樣咁樣咁唔緊要嘅我哋如果你唔明白，隨時可以出聲大家去分享下。咁我着重於大家明白經文之後咧，大家即係有冇乜嘢地方可以分享咧？呢個係重點嚟嘅。好，唔該晒。好，唔該晒 Alan 好的嗱，咁有冇其他？咁如果冇咧，我停咗錄影先啊。